姊妹，大家都好清楚，黃福林坐館，我仲有2個月就任期滿啦。今日叫大家過嚟呢，就係想同大家商量一下，呢個揸 fit 人呢，究竟邊個能夠勝任？我嫌阿香最有資格坐呢個位，無論身型、體型。Objection，反對。屌你阿咩？你揾阿香，你睇下又老錢又冇仔又溝唔到，嗌佢做錯管啊，彎鳩緊啦！阿公啊，早應該退休啦，係嘛？啊，你睇下講句嘢都唔夠中氣啊！我推薦大隻仔啊，以期當紅炸子雞，慢慢做佢，慢慢等。唉啊，我贊成啊，大食仔，點啊？有冇咩意見啊？我有咩意見啫？明哥，各位叔父，多謝你哋嘅支持啊！不過我覺得我而家能力一仲未夠，我誒覺得阿鳳隊有咁嘅能力，因為喺廣州佢好多 fans 啊！呢架我支持佢。喂，我唔得，踢波就話齋，咪搞。好啦，嗱，15日時間呢，我就再翻嚟呢度同大家一齊投票，選邊一個做下一屆嘅揸 fit 人，散會。得啦，我埋單啦喎。